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介紹香港青衣怡居樓記3房案例。屋苑位於青衣成熟地段，交通、街市、商場、學校配套一應俱全。樓齡雖然舊啲，但係生活方便、間隔實用，係青衣區入面相當貼地又宜居嘅選擇。今日呢個單位，我哋做咗個橄欖北歐風。一入門口，我哋見到一組做到頂嘅入戶鞋櫃，橄欖綠配木色，再加反少少燈帶。入屋第一眼已經唔會覺得單調，旁邊用咗磨砂玻璃推拉門間隔房間，唔會令空間睇落好粗，同時又可以做到自然分區，保留私隱之餘，光線同空間感都唔會俾完全阻隔。再行入去就係客飯廳，整體延續木色奶油白同橄欖綠，色調柔和，望落乾淨舒服。梳化背景牆用木色面配淺色牆板，簡潔但有層次。餐邊櫃再加入金屬線條同大理石紋背景，令成個空間嘅質感即刻提升咗。我哋再睇翻客廳另一邊，入戶位置特登加咗一面全新嘅出門整理儀容，更加方便，同時都可以拉闊翻視覺。旁邊我哋用木飾面做延伸，將牆身同兩道隱形門自然融埋一齊，睇落乾淨企理。電視背景牆我哋用條紙配合大理石紋背景，再加埋背後發光燈帶，令牆身即刻多咗層次感。地櫃用翻橄欖綠回襯翻入壺櫃，成個客廳空間簡約又高級。廚房方面，我哋做咗開放式設計，空間上面更加通透。櫥櫃顏色我哋延續翻成屋嘅木色同橄欖綠，望落自然舒服。牆身同台面用大理石紋瓷磚，乾淨之餘望落都好有質感。雖然空間細細，可以放嘅嘢都唔少，可以睇到上面做滿吊櫃，常用同唔常用嘅物品都可以分類擺放。左邊就將冰箱同高身儲物櫃整合埋一齊，令電器同櫃體更加企理。洗衣機亦安排喺廚房入面，將功能集中細單位都可以用得好順手。入到嚟主人房先見到嘅就係到頂衣櫃，將收納做到最盡，日常衫褲被鋪同雜物都可以收得好企理。櫃門用簡潔線條處理，望落乾淨利落，房間都唔會有壓迫感。床頭位置再做條子特色背景，簡單得嚟又多翻少少點綴，休息區都唔會太單調。旁邊仲加咗一個小書位，可以做梳妝工作或者擺放日常用品，收納休息同樣兼備。過到嚟兩間細房都係一樣嘅設計手法，雖然空間唔算大，但每一寸都到盡。床身貼牆擺放，預留到基本落床位，同時牆身做滿木色牆板，成間房望落整齊統一。床頭位置就做咗吊櫃展示格同小平台，可以擺書、手辦、手機，唔使再額外擺床頭櫃，慳位好多。整體設計簡單直接，但收納休息同日常使用都照顧到，一地都唔會馬虎。廁所我哋用大花紋嘅復古地磚，搭配翻少少點綴嘅綠色牆磚，成個空間望落乾淨有光猛。仲要做埋乾濕分離設計，臨用區用玻璃隔斷門間隔開，晾時嗰陣唔會整濕成個空間，日常打理又方便。洗手台我哋連埋洗手盤做咗連體式設計，面一路延伸到旁邊，放洗手液、護膚品同日用品都好順手，實用又夠晒企理。